我哋熟悉嘅香港，財富、機會同埋繁榮穩定。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恒指歷史性咁樣衝破3萬點，拍賣嘅地皮好多都以新高價成交。仲有我哋日日都用，覺得理所當然，40年不變嘅港幣。聯繫匯率制度，港元同美元掛鈎，一港元等於7.8美元。過咗咁多年，我哋仍然相信港元同埋美元嘅聯繫匯率係穩定嘅水泡。但係呢個穩定係建立喺乜嘢之上呢？而最重要嘅問題係真係唔會變。中美貿易戰燒到香港，樓價今年未有起升。財政年度嘅財政赤字遠超過預期，會取消對香港嘅特殊待遇。你又有冇諗過呢個用咗咁多年嘅水泡，有一日因為浪太大撐唔住爆埋，你嘅存款、你層樓、你嘅股票又會點樣呢？喺度，我想你哋幫忙，就係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依家我嘅觀眾裏面呢，大約有32%嘅人呢已經訂閱咗。我希望呢個數字可以上到50%。你哋嘅一個訂閱絕對係可以幫到我哋嘅 channel 呢走得更遠。唔該晒。要理解成個匯率制度，我哋先翻去歷史嗰度睇一睇。人類最早嘅貨幣掛鈎制度真係要追到幾千年前，金本位係最原始嘅制度之一，即係貨幣直接掛鈎黃金。最先行嘅係英國，譬如10磅等於1個 gram 嘅黃金，你攞住10磅去銀行，真係可以換到1 gram 黃金㗎。所以成個掛鈎嘅精髓就係呢個信字啦。你相信呢張公仔紙嘅政府係真係會俾翻一啲值錢嘅嘢同你交換？譬如金咁，所有人咧都好安心咁樣做貿易。隨住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主要嘅經濟體相繼進入呢個金本位，貨幣匯率同埋黃金掛鈎，形成國際聯繫匯率。啱啱開始嘅時候，呢一個金本位咧真係 work 㗎。去到銀行真係換得翻啲金出嚟，但係之後問題呢就慢慢浮現啦。經濟唔好，鋪頭又執笠，冇公開，啲人好自然就諗，今日都唔知聽日事，不如去銀行換翻啲金出嚟，放喺床下底算啦。當越嚟越多人輪住去換金，但係銀行又冇咁多金，政府又唔可以隨便印錢救經濟喎，因為錢嘅數量係受限於佢自己嘅黃金儲備啊嘛，成件事就變得好難操作啦。不斷有國家不堪呢個經濟壓力，英國正式宣布放棄金本位，而好多國家都一樣放棄。1944年2次大戰就快結束啦，但係世界正處於一個極度混亂嘅狀態，全球嘅經濟就好似被炸爛嘅城市一樣，滿目瘡痍。各國嘅政府面對住同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先可以重建翻世界嘅經濟呢？美國總統羅斯福望住成個世界地圖，佢知道呢個世界需要一個新嘅金融規則，於是佢決定召集晒全球嘅代表去美國開一場關鍵性嘅會議——布列敦森林會議。44個國家，730個代表，一個目標就係重建全球嘅經濟。美國代表 Harry Reid 佢喺會議上面冷靜咁樣講：全球60% 嘅黃金都係喺我哋美國度，紐約金庫裏面擺滿晒金條，你哋冇金，我哋有金，最穩陣嘅貨幣當然就係美元啦。戰後歐洲好多嘅國家都窮到窿，梗係俾美國講掂咗啦。1944年，主要嘅國家簽署協議，確立咗呢個新嘅制度。布列敦森林制度，新制度係咁，美元就掛鈎黃金，其他貨幣就掛鈎美元。因為美元間接等同黃金，啲人開始叫佢美金。全世界用同一套嘅規則，國際貿易變得好容易，亦都令到全球嘅經濟喺戰後復甦得特別快。所以開頭呢個金本位嘅升級版真係 work 㗎，直至到連最多金嘅大佬都頂唔住。America has an unemployment problem. Inflation up. Food prices up. Worst economic crisis for more than 係 40 years. 問題一樣，就算幾強大嘅美國都要經歷唔同嘅經濟週期。如果又印得太多錢，但又冇咁多黃金做後盾，遲早出事。3, 2, 1, 0. 太空競賽、越戰、
冷戰軍備競賽。 U.S. and Soviet Union deployed mobile nuclear-tipped missiles to Europe. 一個一個嘅支出，人人都睇到美國印咗大量嘅美金，但係黃金儲備咧又冇乜增加喎。美金會唔會變咗廢紙嘅呢？啲人越諗越驚，於是就趕住將手上嘅美金換翻做黃金。美國嘅黃金儲備亦都因為咁急劇縮水。面對呢一場黃金危機，喺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就突然宣布 to suspend temporarily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dollar into gold or other reserve assets. 就係咁，金本位咧喺一夜之間冇咗。美元同其他嘅貨幣一樣，匯率可升可跌。呢一日，全世界正式變做自由浮動匯率，但係香港就冇跟隨大隊喎，而係做咗一個影響深遠嘅抉擇。港幣曾經好似大海裡面嘅艇仔咁，周圍飄，佢嘅匯率自由浮動，直至佢掛鈎英鎊。係啊，作為呢個英國殖民地，掛鈎英鎊係當年最自然不過嘅安排啦。香港嘅交通唔到深夜2、3點咧，都唔會平靜落嚟。 Britain has suffered one of the highest inflation rates in Europe. Those without work now account for 6% of the total labour force. 但係問題就嚟啦，喺1970年代，英國自己經濟都唔掂，但係香港呢就好繁榮喎。英鎊跌，港幣無奈都要跟住跌。當時嘅香港政府見到形勢對自己不利，決定喺1974年放棄單掛英鎊，改做掛美元。但係咧，美元當時又好動盪喎，呢個又唔得，嗰個又唔得，政府見到唔對路，最終又取消晒所有掛鈎，港幣又變翻艇仔。去到1980年代，香港出現大量嘅問題。方面就係反覆下跌。中英兩國嘅領導人討論到點樣解決香港嘅前途問題。水費舊年加咗20%，煤氣亦都加咗9%。市場信心動搖，港元匯率咧日日好似坐過山車咁，根本冇人知今日嘅錢聽日仲值幾多呢？1983年係一個關鍵年，港元嘅弱勢更加明顯，更加創下1美元對9.7港元嘅歷史低點。當時揸住港紙真係好驚，市民呢就瘋狂咁樣將佢手上嘅港紙換成美元，投資者、市民全部進入恐慌，市場極度混亂。港元匯率喺呢一年係最動盪嘅一年。為咗解決呢場危機，喺1983年10月17號，香港政府正式公布呢個水泡方案，港元同埋美元掛鈎。喺發行鈔票嘅時候，要用1美元對7.8港元嘅固定匯率。呢個艇仔咧，終於唔使再飄嚟飄去啦，而係固定喺世界最強勢嘅貨幣之一美元。呢一個決定亦都奠定咗香港長久嘅經濟基礎，不過亦都埋下一個重要嘅風險。金融市場有人投資，有人投機，而佢專門睇中嗰啲表面穩定、內裏脆弱嘅經濟體系，等待時機，然後出手。Made more than $1 billion in a single week. 88-year-old liberal billionaire, legend in the world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佢係索羅斯，一個靠沽空貨幣成名嘅投機者。呢個係1992年嘅倫敦，當時英鎊同歐洲貨幣 ERM 係掛鈎嘅，但係佢哋亦都同時面對經濟下滑、工廠執笠、幾百萬人冇工開嘅情況。相比同樣掛 ERM 嘅德國馬克，英鎊顯得特別弱。簡單講句，英鎊被高估啦，就好似你開間 fish and chips 咁，每個餐標價10磅，但係啲街坊都知佢淨係值5磅。如果呢個價格唔變，遲早會有人出手。呢一個人就係索羅斯啦。索羅斯睇到呢個漏洞，佢就借大量嘅英鎊，然後瘋狂咁樣拋售，追擊英鎊，等佢跌到去底之後呢，先買翻嚟。呢一個唔係普通嘅交易，一個係一場8億級別嘅對賭。哇！金融大鱷索羅斯都出手，更加多嘅對沖基金都唔執輸，加入追擊。Of billions upon billions of pounds being sold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he pound will now be left to find its own level in the markets, inevitably below the ERM. 所有人都喺度對賭英鎊會跌，而咁樣亦都逼到英國政府進場應戰。It was incredible. You can hear wave after wave of selling hitting the market. 央行開始燒外匯嘅儲備，搏命咁樣買英鎊，試圖撐住成個局面。但係問題係市場比政府更加狠。It was a day when the Bank of England lost billions
and speculators made fortune. 英國政府一買入英鎊，佢哋就再沽幾十億嘅儲備，一鋪清袋。英國政府最終投降。Our membership of the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英鎊呢變翻自由浮動，結果成個鎊一夜暴跌。索羅斯呢喺一日裏面狂賺10億。1992年9月16號呢一日被稱為英國嘅黑色星期三。呢個大鱷食過翻尋味，目標呢都移到去亞洲。1997年泰銖本來呢係同美元掛鈎嘅，但係呢美國加息之後，大量嘅資金流出，經濟大幅放緩嘅泰國。索羅斯又俾佢睇到機會啦，佢賭泰銖貶值。當然泰國唔係任打唔還手嘅，掛39 บาทต่อ1 ดอลลาร์สหรัฐ。但係最終用晒啲儲備都守唔住，被逼放棄聯繫匯率，泰銖大貶值。He has made a $300 million profit and then hightails it out of the country. 索羅斯呢就大賺。呢一場追擊戰呢就好似大火咁蔓延到亞洲其他嘅市場，印尼盾、韓圜等等相繼崩潰。1997年嘅亞洲金融風暴正式爆發，索羅斯越食越肥，下一個目標變成咗香港。喺講呢場香港嘅風暴之前呢，我哋要先搞清楚點解索羅斯覺得自己咁有自信，可以打贏呢個港幣呢？想象一下，呢一個係一個巨型嘅搖搖板，一邊係港元，一邊係美元。香港嘅金管局咧就好似一隻無形嘅手咁，負責保持成塊板嘅穩定性。如果港幣升得太高或者跌得太低 ，Hong Kong MA 就會出手調整，確保搖搖板咧唔會歪埋一邊。如果港幣太強 ，Hong Kong MA 咧就會賣出港幣，買入美元，等啲港幣咧回落翻嚟。但係如果港幣太弱，佢哋就會用美元買翻港幣啦。所以要做到呢啲買賣 ，Hong Kong MA 一定要有足夠嘅美元儲備。如果唔係就冇辦法出手，匯率不穩啦。但係如果外面吹大風，大風到即使最有力嘅一雙手，再多儲備嘅政府都冇辦法維持呢個平衡呢？係啊，呢個就正正係索羅斯最擅長捕捉嘅機會。索羅斯好清楚聯繫匯率冇可能係永遠維持。如果佢哋可以逼使到香港放棄呢個聯繫匯率，佢又可以輕鬆帶走幾十億㗎啦。而香港政府選擇迎戰。如果有人趁住我哋經濟調整嘅時候，先致命一擊嘅話呢，我哋一定會還窮。我哋香港唔窮，仲有幾百億外匯儲備，點都同你死過。呢一場被稱為官樂大戰，政府甚至歷史性咁樣直接進場干預股市。政府喺股市大批入貨，力托恒指，令到炒家喺6、7千點累積嘅淡倉輸錢，然後在一日裏面狂加利率300%，令到冇人再想借港紙去做沽空。呢個亦都係香港史上首次，亦都係唯一一次政府直接出手買入股票去對抗呢個金融大鱷。我哋喺呢2個星期嘅行動已經使到炒家無法得逞。結果索羅斯同埋其他嘅投機者不單逼唔到香港政府放棄呢個聯繫匯率，仲喺港股上面損失慘重。呢一場金融保衛戰啊，成功守住咗我哋嘅港元，仲穩住市場嘅信心。嗰時嘅香港又真係幾有型嘅。但係今日如果再發生一次咁嘅追擊，香港又守唔守得住呢？雖然要用大量嘅外匯去支撐住聯繫匯率嘅水泡，但係40年以嚟都係值得嘅。Hong Kong, the pearl of the Orient. Hong Kong is a magnet for talent, skill, finance, and creative energy. 不過呢個政策亦都唔係完美喎，最大嘅問題就係令到香港嘅貨幣政策失去自主權。A notable interest rate hike. Great hike. Great hike. 譬如美國自從2022年3月開始加息，雖然呢度就冇明文規定香港一定要跟住美國加，但係就算香港唔跟足美國加幾多厘，最好都係跟隨佢哋嘅利率方向嘅，因為如果唔跟，就會令到香港同美國嘅息差擴大，亦都可能會引發呢個套利交易。呢度即係指有人借低息嘅港元去兌換成美元，再收取高息。如果太多嘅套利交易，港元對美元就會貶值啦，亦即係話達唔到7.8嘅目標，最終可能又會逼到 Hong Kong MA 又要動用佢哋嘅儲備去干預嘅喎。而對我嚟講，影響呢個香港嘅貨幣政策嘅去向，可能比我哋想象中更加被動，因為
香港嘅利率政策嘅自主權係受限制，所以喺過去2年幾以嚟，因為呢個聯繫匯率喺唔適合嘅加息環境之下咧，都要加息。貴嘅港元令到香港嘅競爭力減弱，同時咧又遇上呢個貿易戰，人民幣轉弱，呢啲外在嘅因素令到香港變成左右為難嘅局面，令到政府要維持一個聯繫匯率難度咧就變得更加高啦。所以聯繫匯率本身係香港嘅水泡，但係亦都可能變成香港嘅枷鎖。而中美嘅角力亦都令到港元喺未來充滿唔確定性。Hong Kong will now be treated the same as mainland China. 美國早就喺2020年咧取消咗香港嘅特殊貿易地位。What happened? Is this crazy? 特朗普回歸之後，隨住中美嘅關係惡化 ，China's Xi Jinping says his country is ready for trade, tariff or any kind of war. 關稅戰、貿易戰，甚至係貨幣戰，更加有傳言話可能美國要切斷港元 SWIFT。有關香港係關稅戰、貿易戰嘅影響呢，喺上次嘅影片有提到啦。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睇翻。而講到 SWIFT 啦，呢一個呢係國際銀行之間嘅金融電訊協會啊，佢嘅總部係位於比利時，就唔係由美國單方面控制嘅。所以如果真係美國要對香港或者中國內地實行全面嘅制裁嘅話呢，成個過程係非常之複雜嘅，我就見唔到短期裡面有機會發生。不過如果美國聯合埋佢哋嘅歐洲盟友一齊對 SWIFT 施壓嘅話呢， SWIFT 可能會同意部分嘅制裁。過往呢曾經發生過喺伊朗上面，但係呢個動作如果要發生喺香港上面嘅機會呢，就唔係太大。而我自己亦都認為喺短期裡面港元美元要脫歐嘅可能性呢，亦都唔太大，因為掛唔掛鈎純粹係由香港自己去決定，唔係由美國。香港政府呢，依家嘅態度仍然好明確啦。聯匯制度唔會改變，聯繫匯率咧係唔會改變嘅。聯繫匯率係最適合香港嘅貨幣制度。不過去維持呢個政策，外匯儲備成為關鍵。而市場嘅信心亦都係關鍵，會唔會有一日好似當年嘅英國咁，世界大部分嘅人認為港元7.8係被高估咗呢？留言話俾我知，你認為港幣脫歐嘅機會大唔大 ？A 機會大 ，B 機會唔大。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呢，記得留言 like 同埋 share 啦，下次再見，拜拜。